今天我们又找到一段印光大师的开始。印光大师的开始，他就是大势菩萨的再来人，大势至菩萨的再来人。那么他讲的这一段话，我觉得，哎呀，太有意思了，太有意思了，各位知道吗？太有意思。那他怎么讲呢？各位，你看看哦，注意看。印光大师说：“但持阿弥陀佛万德洪名。”但就是只要嘛，哈，只要持就是你把它抓住，不要放松哈，不要放松啊，不要丢下来，你要抓得紧紧的，抓得紧紧的。你只要持，就是你修持阿弥陀佛，就是你念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，念他的名号，念他的名号。那么这往生一世，往生的这一件事情呢，往生从我们娑婆世界呢，前往西方那个七宝莲池莲花化身啊，这些把生死给了断，跳脱六道轮回，我们由黑暗迈向光明了，不会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呢啊，再颠倒了，再造业了，然后堕落了，再轮回了。那么我们这一件事情太重要了，这件往生的这件事情太重要。你只要念阿弥陀佛啊，这种情况会得到什么保障呢？如抄左卷。各位，我们呢，现在我想到这个呢，就想到，各位我们呢，不是到百货公司去吗？百货公司，那我们有带了很多旅行包啊，或者重要的什么这个袋子啦，哈，行李箱啊什么进去，对不对？那你不能带进去嘞。他一定要画一张卷，一张卷，一张右卷，一张左卷，那么上下两卷，那么一卷呢给你，一卷给你，那一卷呢就会什么放在那个贴在那个你放的保管箱里面啊贴住，那你来的时候就校对嘛，你看啊几号哦，马上就拿到你自己的东西，这简不简单？很简单，因为你把你自己宝贵的东西寄放在这个柜子里面，那他一张给你，一张贴在这里，那来的一对啊，你的东西在这里，那这个是很自然的，要找到东西是非常快速的，不会去延误，不会去耽误时间。所以你看，你往生这件事情如抄左卷，好像就是这么很容易的、很简单的。你把你自己的左卷按对他的右卷，就直接一核对、一校对，就马上就拿到了，你就到手了，你马上就到手。所以就像这样这么容易、这么简单，乃千文万当，千文稳很安稳嘛，对不对？安稳就不会摇晃晃。不会摇晃，不会摆荡，万当就是很妥当，妥当就是安全呐、非常的安全呐、那1000个安稳，10000个妥当，那你看多安安稳稳的，多这么多妥当，各位万不漏一啊，就万不漏一，10000个没有漏掉一个，那就是100%的安全，100%的安稳，那一个都不会给你落掉了，不会给你丢失了。那这就是特别法门，万不漏一的特别法门，就是念佛，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法门。特别在哪里呀？罪恶的凡夫都可以上去，照样可以解脱。你是一个不懂修行的人，照样能够成就。哦，只有念佛法门才能做得到，是这很特别。罪很重的人，心污染很深的人，每天都在造罪造业的人，烦恼永远不断，内心不清净的人，这种人，哎呀，这不堪修行，没有这个条件嘛，没有这个条件，没有这个本钱嘛，不符合了这个我们修行的要件，不符合。但是各位，但是他的特别在哪里？就是把这些不符条件的人，照样的救度。照样去成就，照样去往生，照样去成佛。哦，这叫特别。特别就是我只有念佛法，为什么特别？因为念佛叫做靠佛，是佛来救度你，所以它是特别在讲。我们一般的法门，一般的法门呢，就是按部就班的。你要修戒定慧啊，要修戒定慧，要持戒，然后发定禅，修禅定。
然后这样就发挥，就智慧才会增长。那么修戒定慧之后呢，还要断贪嗔痴，他把贪嗔痴全部断得一干二净。如果留一点杂质啊，留有一点点遗毒的话啊，一点点毛病在，你想要跳脱很难很难。所以有一个念头就有一个生死，我们就知道说哦，这不简单了，太不容易了。要把妄想啊、杂念啊这些不肮脏的念头全部去除，全部改变，全部把它转换，不容易，这不是容易。一般的人修行啊，几十年啊，有时候40、50年都做不到，那何况我们一般的凡夫众生，想要走这一条路，就一般的法门，就是一定要修断贪嗔痴，修戒定慧，然后逐步的慢慢把这个去除恶习啊，坏的习性把它去除掉，把它改变，然后慢慢非常的纯净，非常的纯净啊，能够明心见性，这样能够去成就道业。一般人没有这个能耐，没有这个本事，他做不到。所以现在我们这条路走不通，我们要走特别法门。特别法门就只念阿弥陀佛，完全的仰仗他，我们来依靠阿弥陀的名号，这叫做特别。任何人都有资格，任何人都能够有条件，因为佛告诉我们，只要你念佛，我就救你，这叫做特别。特别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啊？很重要的，这是万不漏一啊，10000个都不会漏掉一个，那就是百人啊，你100个修100个成就啊，100个往生，你1000个念佛1000个往生，10000个念佛10000个往生，你想想看，这叫做万不漏一啊，10000个一个都不会漏掉，所以叫做千文万当啊，安安稳稳的啊。一点都不会提心吊胆，就很自自然然的，我们就到了西方成就了。只要你念佛，如人习射，就好像一个人在练习射击啊。我们要练习射击，各位射击对不对？但是他射击一定有个靶嘛，那个靶有的很远10公尺、20公尺、30公尺，那个靶在那边，我们在这里射。这样射击，对不对啊？要射击，那个我们一般人要修习这射击不容易嘛，对不对？练习这种射击不容易哈。如果没有力气啊，还是看有对象的。你没有符合条件，你还是做不好。有的拿起来那个弓啊，就拉不动，拉不开。你想想看，他根本没有这个条件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说，就比如说一个人在练习射箭，但是以地为地呀。以这个地，以大地来做目标了，拔在哪里？拔在地上了，拔在地上。那你看，发无不中，你只要一点点，你拉一点点也可以射到。为什么？就丢地上了，就是地上，绝对发无不中，绝对中，不可能不中目标，一定中目标啊！就是说，这个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。提醒我们，任何人只要你想要射靶是在大地，你只要一张开就丢，用丢的也可以，你张不开随便丢也行，反正地上就是你的目标，就是你这个靶心就在这里。所以各位，你想想看，这个容不容易啊？你不会拉开，你就这样丢了也行呢。我已经就达到这个靶心了，就大地就是你的靶心。所以各位，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提醒大家啊，原来念佛是这么容易啊，这么安稳啊，这么简单，各位就容易到手，就是完成了你这辈子出生在这个人世间生死轮回的过程当中，如何能够把斩断，如果不再受生，不再受死。让你永远跳脱，永远得到有凡夫进入圣人的境界，不要再轮回，不要再来受苦，因为人世间苦不苦啊？苦，叫做五浊恶世嘛。五浊恶世，世间生的苦、老的苦、病的苦、死的苦，要求不得的苦，爱的分离苦，五阴炽盛之苦，还有讨厌的人的相会之苦，这些痛苦啊，一言难尽。天气忽冷忽热，变化多端，让我们的内心
哎呀，就是这样，好像活仔一样啊，随时都在煎熬，随时都在煎熬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哦，唯独念佛发愿到西方，这些痛苦完全结束了，痛苦完全结束。所以这个印光大师的开示，对我们来讲，给一个很大的信心。原来只要我们一念佛，人人都有希望，人人都有将来。太好了，感谢我们印光大师，对不对啊？要特别感恩他呀，特别感恩呢。好，今天我们要将他的开示给各位提供参考。阿弥陀佛。